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20章战争的条例。恁出去甲对敌交战，看到因的战马、战车以及军兵比恁较济，毋免惊因，因为带恁出埃及地的上主，恁的上帝甲恁同在。恁排阵的时，祭司就伫军兵的面前宣布，讲：以色列人着注意听，今日恁要甲对敌交战，毋免惊，毋免乱，毋免恐慌，毋通因为因皮喘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会甲恁做伙去，为着恁甲对敌交战，互恁得到胜利。遐个官长嘛着对军兵宣布，讲：若有人去神厝，还未举行奉献礼，伊通倒去因兜，则免伊死伫战场，别人替伊奉献；若有人种葡萄，还未收成，伊通倒去因兜，则免伊死伫战场，别人享受伊的果子；若有人订婚，还未娶，伊通倒去因兜，则免伊死伫战场，别人娶伊的未婚妻。官长着搁对军兵宣布，讲：若有人惊吓、恐慌，伊通倒去因兜，则免伊影响全军的士气。官长对军兵宣布了后，就指派军官做头带军兵。恁军瓦城要攻打的时，就互城内的居民有机会投降。因若接受开城门，因所有的居民拢着做苦工来服侍恁。因若毋投降，要甲恁交战，恁着甲因围困。上主恁的上帝会将因交伫恁的手，恁着用刀杀死因所有的查甫人。毋过妇女、囡仔、精生甲城内所有的物，恁通抢来做战利品。恁抢来的物是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，恁通摕去食，摕去用。遐个离开恁真远，毋是富军国家的城，恁着安尼对待因。遐个住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地的民族，所有会喘气的，毋通互因活地，着照上主恁的上帝的命令，将赫人、阿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希未人、亚布斯人全部消灭，则免因甲恁做逐款可恶的事，互恁学因敬拜因的神明，直到恁得罪上主恁的上帝。恁若围困一个城，爱真久才会甲伊攻破，毋通用斧头插果子树，恁通食因的果子，毋通甲插起来，因为野外的树木毋是恁的对敌。毋过恁若知影遐个树未结会食得的果子，就通甲插起来，摕来做攻城的器具，攻击甲恁交战的城，直到甲城攻破。